阿丑，你怎么没进去啊？谁也不能进去，里面有玉姑娘守着就行了。阿丑啊，是不是姐姐冤枉你了？姐，你先别管这些，以后你就知道我不会给你丢脸的。阿丑，阿丑，嘘，小声点儿。阿丑，钱老龟真的是要招供吗？你不是恨死我了吗？还跑过来干什么？钱老龟真的是你说通的？你哥呢？啊，我哥他在屋里呢，我跟他说了，他死活都不信。走，一会儿你跟他说去。阿丑，我一直就觉得你没那么坏。没有吗？嗯。现在呢？姐，你看他。钱兄，你瘦了。阿丑大人，我陈信有眼无珠，错识了你，以往多有冒犯，请不要怪罪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都是自己人，不用客气，快起来。没想到你会给我下跪。刚才崔护崔大人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。我知道的全写下来了，请玉姑娘交给阿丑大人。钱兄，你都累了一天了，吃点东西吧。请让我一个人坐会儿，好吧？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经查证，陈姓办清水一案，据实查证，并无过失，仍命其任督察院江南道御史，主持清水一案。阿丑协从查办，钦此。臣领旨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阿丑，赶快谢过皇恩。王大人，皇上是不是不让我办差了？阿丑，你没有听清圣旨吗？皇上并没有革你的职，只是让陈大人重新主差。那我忙活了半天，都算是帮了小白脸的忙了。陈大人，钱老龟是我争取来的，这清水县的案子一大半也是我查清楚的。我忙活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抓住了周文正和郑天寿的短处，你不让我当堂打他们几板子解解气，我可咽不下这口气啊！你放心，审案的时候你自然和我坐在一起，想问什么你就问什么。圣旨不也说了吗？你要协助我办案吗？那这么一来，他成了老板，我倒成伙计了。阿丑，不要再耍小孩子脾气了，赶快谢过皇恩吧。臣谢恩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阿丑大人，有件事情你得答应我。干爹，你说。我想写封休书把燕燕休了，这个案子不牵扯田家，行吗？所有田家的事儿，能不能都算在我钱奎的头上？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我这条命，你要是保不下来，就别再难为燕燕和我爹了。干爹，没想到你还真是有情有义。皇上刚刚传了一道旨，又让姓陈的接手这个案子了。我只不过是协办，怎么断案还是姓陈的说了算。姓陈的和我有仇啊！别说是公报私仇，就是公事公办，他也不能轻饶了我呀。我掉脑袋也就罢了，反正是100多斤的事儿，我就怕他饶不过燕燕和我爹。燕燕是面上厉害，其实大事她从没自己做过主。我一死，我爹再来个发配充军，她一个女人带个孩子怎么活呀？干爹，你别说了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。不光是你爹和燕燕，我连你也一定要保下来。我答应过你，就算是皇上要杀你，我就是劫法场也要把你给救下来。我给你磕头了。干爹，干爹起来！要杀你就连我一起杀好了。我说过保证不杀钱老龟的，我是替皇上答应的。要不是这样，钱老龟他怎么能够招供呢？你说你刚刚拿了证据，翻脸就要杀人，你这不是让我忘恩负义吗？阿丑，你也算是朝廷命官了，怎么说话办事还是这么毫无章法？皇上命我断这案子，该怎么断是我的事。如果你觉得我断得不公，你可以上折子参我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你要是判的不公，我定参你。咱们公堂上见。王大人，你在和安多年，明知周文正为官不正，却不向朝廷禀告，这事儿我也给皇上写了折子。王大人，我陈信一向明人不做暗事，你帮助我的我也写明了，
你敷衍推诿的，我也写明了。皇上如何处置你，咱们且听圣裁吧。陈大人，你的为人我领教过了，我不怪你。我敬佩你这份骨气。我王某人绝不是那种同流合污的人，我缺少的就是你这份骨气和胆量。唉，不管皇上怎么处置我，陈大人，你这份情谊，我承领了。王大人，一会儿升堂，陈大人是不是坐在中间啊？那是当然了，他是主审官嘛。那我坐在哪儿啊？你就坐在我旁边就行了。那我待会儿可不可以问案？当然可以，你有什么疑问就可以说话。不过这公堂之上，仗的是朝廷的威严，行的是国家的法度。你那些孩子气的话，还是少说的好。王大人，是不是待会儿就把周文正和郑天寿给拿了？只怕是吧。那我可不可以打周文正一顿板子？你瞧，刚说你别孩子气，说着你就来了。这公堂之上是审案子的地方，打不打板子要看情况。好吧，好吧，听你的就是了。瞧把你神气的，可是皇上让你做了正主了。那钱老龟呢？你会不会打他呀？钱奎已经招供，我还打他干什么？今早我已经摘了他的顶戴花翎，现在把他当作人犯押在牢中呢。什么？你已经把他关了？那你是不是还要杀了他？哎，阿丑，杀不杀的，陈大人也只能是斩定一个刑名。真要是处斩，那就得等到秋后皇上御笔来勾呢。你现在还用不着为钱奎的命操心呐。王大人，这些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，他喜欢胡闹，您别理他。陈大人，最好按咱们说好了的办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秉公而断。至于是不是符合你的心意，这个我也跟你说了。你觉得我不公，可以上折子参我。你要是能让皇上再罢我的官，我也只能服气。这总行了吧？阿丑，你坐那边。本钦差奉皇上谕旨，今日特来审理清水县河堤垮塌一案。此案几经波折，现已为朝野所瞩目。为正视听，特请河安知府周文正周大人、前任道台郑天寿及乡绅田畴作为陪审，请三位上堂就坐。请三位上堂就坐。周大人，郑大人，皇上有旨，陈大人官复原职，全权负责审理此案。带人犯钱奎上堂。带人犯钱奎上堂。钱奎，清水修堤垮堤都在你知县任上，你应该知道的最清楚。那你先来说说，刚刚修好不到半年的河堤，为什么一下子就全垮了呢？回大人，
是因为用的石料、砂石、灰浆不对，人工也不对。哦，为什么不对？就说这石料吧，即便是不用上好的石条，也该用点正经的石材吧。可修河堤的石头，都是用的河里现成的卵石，就那么单摆浮搁着，也没有经过粉碎，上面就填了些土。那大水来了，它不垮才怪呢。田奎，你身为知县，又是工程主持，你应该知道这些厉害，怎么还明知故犯呢？我做不了主，大人，我手里没银子，我上哪儿去买上好的石料啊？我又到哪儿去招人手啊？我手里就那点银子，也只够做做样子的。为了修河堤，朝廷一共给你拨了多少银子？放官银50万两。那你又是如何使用的？回大人，官银50万两，有30万两被周文正周大人劫去了，又分给了郑天寿郑大人10万两，我手里只剩下了10万两。请客吃饭花了6400多两，还剩不到9万4千两。靠着本县的富商大户、有钱人家又捐了7万两，郑天寿郑大人知道了，又索要去8万两，说是要送给周文正周大人5万两，不知送了没有？陈奎，你血口喷人呢！郑天寿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陈大人，不必如此吧？钱奎，你最后过手的近8万两银子，你又是如何使用的？我留了3万两做私房钱，剩下的4万多两都用在修筑河堤上了。你说清楚了，那3万两银子是你拿了，还是你岳丈拿了？我拿了1万两，孝敬我爹2万两。我爹只当是我孝敬的银子，并不知道那是官银。哼，钱奎，你爹不知道你1年的俸禄是多少？你1年的俸禄及养廉银加在一起也不过2000两银子，你一下就孝敬了你爹2万两银子，你爹就不问问你这些银子是从哪儿来的？回大人，我爹祖上留下些田产，又放了些债，我是时常去替我爹收账的。姓陈的，你没长耳朵。周文正可是拿了30万两银子，你不审这个大坏蛋，你老揪着钱老龟干什么？你要跟我私仇啊？阿丑，你别捣乱。郑天寿和周文正他们都是铁证如山，不怕他们跑了。钱奎正在给他岳丈开脱呢。本来就没他老丈人什么事儿，你要是再为难钱老龟，我就给你捣乱。阿丑，听陈大人的。我问你，本钦差刚刚接管县衙时所查看的那些账目，细致工整，滴水不漏，这又是谁做的？姓陈的，你怎么老是为难钱老龟？回大人，那些账目全都是范先生做的。是何人指使？是周大人授意，是钱奎我指使范先生的。那范先生现在何处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尤二不是你手下的衙役吗？尤二和牛大确实是在我手下办过差，可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范先生的下落。范先生原来一直关在你县衙的牢中，你说你不知道？回大人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钱奎并不是一直在坐堂掌印的，这中间有几天不是陈大人您掌管着清水县吗？钱奎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还想诬赖本钦差不成？陈大人，这事儿钱老龟确实不知道。范先生丢的那会儿是你在县衙里当官，
这些牛大和尤二可以作证。你明知道范先生在哪里，干嘛还问钱老龟啊？尤二已经招了。当然了。陈大人，也该我问了吧？别让周文正钻了空子。哎，把帽子戴上。哎，来人，在，把钱奎带下去候着。是。带尤二，带尤二上堂。尤二，陈大人，还是你问吧。下面跪的是何人？清水县衙役尤二。尤二，你可知道范先生？小的知道，原来范先生就关在县衙的牢狱中。那现在呢？回大人，当初大人钦差身份明确当晚，范先生就被放走了。是谁传令放走的？是周大人。那你为何要把他藏起来？大人，范先生和先父有过一段交往，小人顾念旧情，怕他被人暗算，所以就把他给藏起来了。那现在他人呢？小人已把他掐死，投入枯井内了。你既然怕范先生被人暗算，为何又要杀他？大人，小人是不得已奉命杀人灭口的。你奉的是谁的命令？是周知府。周大人，混账！你竟敢诬陷本知府！尤二，我只想问问你。哎呀！都给我拿下！你们都放手！放开手！周大人，你太狠了！把尤二抬出去治伤，摘掉周文正的顶戴。本案到此已查明实据，铁证如山。和安府自周文正当政以来，已经犯下多起罪行。本钦差奉旨判决，周文正、郑天寿贪赃枉法、草菅人命，罪大恶极，判斩监后。钱奎虽能主动交代、戴罪立功，但作为周文正的帮凶，历年来所犯罪行着实令人发指。功不抵过，判绞监后，与周文正、郑天寿一同借往京城。田畴实为周文正的师爷，贪赃枉法之事，只怕也脱不了干系。暂禁在家，待罪行查实，再定刑名。本案到此，暂且结案。退堂。姓陈的，你可真不是东西！
周文正和郑天寿那是罪有应得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杀钱大人呢？玉姑娘，对钱奎的量刑，我看是合适的。他虽然不是主谋，但他直接主持了几桩贪赃枉法的事，按大清律是当斩之罪。我正是看他能主动认罪招供，这才判了他一个绞监后。我陈信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能给钱奎留个全尸，也是看着你和阿丑的面子。陈大人，钱大人也算是救过你的。周文正几次想要害你，都是钱大人想方设法救了你。你现在当了钦差，你却一定要杀他。你这些都是妇人之见的。钱奎杀我是要杀人灭口，我杀钱奎那是为民除害，这怎么能混在一起呢？你这样做，别人会看不起你的。我陈信行事，上对朝廷，下对百姓，只要问心无愧，从不在意别人如何看待。玉姑娘，我知道钱奎对你曾有救命之恩，你要还他的情，可以到狱中去伺候他。等施完了刑，你也可以替他收尸。至于别的，恕我不能从命。我真没想到，你是如此绝情的一个人。陈大人，我想告诉你一句话。你说。钱奎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真心对女人好的男人。钱老龟这个官儿是他老丈人花钱捐的，他当了田家的女婿，也没过过几天好日子，整天被老婆又打又掐的。钱奎贪银子全是由周文正指使的，周文正比他的官大，他不敢不听。他的银子大半给了周文正和郑天寿了，或许他老丈人也分了些，反正他自己只留了些零花钱，哄自己的媳妇儿用的。皇上，玉姑娘美若天仙，郑天寿已经有8个小老婆了，还想娶玉姑娘，人家不愿意，就打死了人家的爹。要不是钱奎拼命护着玉姑娘，最少已经在郑天寿手里死过3回了。玉姑娘美若天仙，是男人都喜欢。皇上要是不信，见她一面就知道了。钱奎当然心里也喜欢的要命，可喜欢归喜欢，钱奎从未敢和玉姑娘睡觉。这里不该写为好，应为极佳。皇上，钱奎这样的一个人，阿丑觉得怎么说也不能算是个坏蛋。他是我的干爹，他是冲着我的面子才肯出来作证的，是我向他拍了胸脯保证不杀他，他才敢说的。现在陈大人要杀死他，累死他，这不是让我说话不算数吗？皇上要是给我个面子，就饶了钱奎吧。
钱奎还帮我从郑天寿和周文正手里骗来了10万两银子，我都让崔护给皇上还了饥荒了。钱奎看见饥民分粮食的高兴劲儿，哭得比我还要凶呢。皇上，我原来比钱奎坏得多，经过皇上的教诲，现在也算是个好官了。钱奎也想当一个好官，皇上杀了他也出不了什么气，不如留着他，让他也学我，也做一个好官算了。陈大人说是要按律行事，还说就算是皇上也要遵守国法的。我不知道咱们大清国的国法讲不讲人情。皇上要是非杀他不可，就连我一起杀了吧。我跟他有父子的情分。阿丑，不能这么写吧？这么说好像在跟皇上赌气，要挟皇上似的。我就要这么写，我跟钱老龟就是这么说的。皇上要是饶了他的命，我保证能把钱奎教诲成一个好官，替皇上办事儿。我还告诉皇上一个秘密，钱奎还很会说故事。皇上要是气不过，不如把他变成太监，进宫陪着皇上，每天给皇上说故事听，好不好呀？爷爷，钱奎是想救咱们的，他写了这份休书，是想把你和我从那案子里撇出来。钱奎这个人呐，倒让我越来越高看了他。人呐，在关键的时候，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。周文正、郑天寿和我相识相交那么多年，案子发了，都往我身上栽赃。可是钱奎做了许多事情，都是我教给他的。可是他想用这份休书保住我这条老命。爷爷，爹对不起你，爹伤了良心，就算皇上把我杀了，我也该饶。我只是可怜你爷爷，爷爷。爹，不管他是不是休我，钱奎要是被砍了头，我就不活了。爷爷，你这样做就辜负了钱奎一片苦心。你先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把孩子生了，好歹也给钱奎留个后啊。我听说阿丑正在写折子，想保钱奎这条命。阿丑是个大富大贵的命，说不准皇上给他个面子，也能保住钱奎这条命啊！来人呐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清水一案证据确凿，陈信断案公正，量刑适当。陈姓阿丑及清水乡绅民众的折子，朕均已看过，唯阿丑写的最好。虽不免孩子气，可说的都是人情。
人情既是天理，朕也不能不听。朕斟酌再三，改判周文正、郑天寿斩立决。钱奎有罪有功，功不抵罪，免死，流放黑龙江。田畴虽也作恶，但念其年迈，又有钱奎一片孝心，免其罪责，家产充公。臣信即刻按旨定案，其后不要耽搁，速带阿丑回京面圣钦此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阿丑，你写的什么呀？皇上怎么没罢我的官啊？你以为我是小人呐？我并没有说你什么坏话，不过是说了钱老龟的一些好话。我保住了钱老龟的命，你是不是又不高兴了？哼，你把我陈信看得也太小气了。我只是按律行事，既然皇上有旨，我自当遵命。陈大人，我不喜欢你，所以呢，我就不想让我姐嫁给你。不光是我姐，连玉姑娘也不想给你当老婆了。钱老龟倒是想娶玉姑娘，可是我觉得玉姑娘好像并不想嫁给他。既然你和钱老龟都得不着玉姑娘，我看还不如把她送给皇上当老婆好了。哼，阿丑，你可真不简单呐！你这马屁拍得可够响啊！姓沈的，你敢吃皇上的老醋，你就不怕我告诉皇上啊？阿丑，皇上可没你想的那么无聊。钱奎，你既写了休书，我就不是你爹了。我也再没有脸当你爹。家被抄了，我也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，只是燕燕用私房钱雇了一辆车。我看这个车呀，还挺结实的，能够把你们送到目的地。过来吧。
写了休书，我不是你媳妇儿了，我还是要跟你去黑龙江，我给你做丫头伺候你。妍妍，这是何苦呢？爹岁数大了，孩子又这么小，跟着我你得受多少罪啊？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你休了我，我也只当你是我丈夫。你便是走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跟着你。只要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，什么日子都不怕。停下，停下！三哥，